这个停车场原本是一个平面的停车场，只有70-90。那我们透过前瞻建设的补助呢，把它变成是一个有200席汽车格位跟45席机车格位的立体停车场。那相信对于这周边的停车供给的这个增加，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同时，我们也在这个立体停车场里面做了多目标的使用。我们1楼是提供东门微下里的活动中心。那透过市政府各机关的协助，我们让这个公共设施的用地做到这个发挥最大的这个功效，采用了强化的耐磨地坪哦。那这对于这个汽车在这里面的噪音可以降到最低。那另外原本基地里面有一棵很大的老榕树，那我们也透过建筑的设计，把榕树跟立体停车场结合在一起。让民众进来使用这个立体停车场的时候，可以感到绿意盎然，而且采光、通风都非常的好。那希望各位市民朋友可以多多来使用。附近的所在因为较欠缺的就是停车位啦。原有的迄落迄活动中心，就是因为年久年久，所以已经无法度使用啊。基本上咱不管是迄落室内的课程，包括阮即摆进行中的、咧接受中的长照中心要来进驻所以这嘛是对咱家里民的福利啦。这个活动中心它本身也就是跟我们的18立体停车场的一个共构所以它一方面也解决了在地停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的包括东门、微下里2里的里民能够在我们这边充分的去做利用，整个空间的一个利用上面呢，办理相关的一些包括亲子活动包括老人照护的活动、健促活动等等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启动，让我们新建我们东区今年入立体停车场，这里的好，这里的棒，带动了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共同迎来我们新的多功能停车场以及多功能利用的设备的这个揭幕。这个地方的停车场总共可以提供200个汽车停车位，44个机车停车位，可以有效解决这边密集住宅区的一个停车需求。还有一个部分，因为这个地方寸土寸金，我们实在找不到地方来新建活动中心了所以说把活动中心盖起来，在周边的里民或民众有一个好的活动的空间，居民又可以有停车，或者来访客这边有停车。可是我要特别强调是这个部分有多亏前瞻计划里面的停车场的补助，所以才可以配合地方的这配合款，能够成就这个好的事情。另外是讲嘅，欢迎收看2月19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今年一开春，台南有一个渔产就接到澳洲8万的订单，上午伫客家曾会柜出关，成为今年台湾第一批到澳洲的水产品。会中包括市府官员、甲民代贵宾，拢踊跃到场，见证台南的渔产进军南半球。台南市渔业生产的面积广阔，丰富的渔产资源，互咱市的水产养殖甲日加工业发展。市府积极推广在地优质渔产品。伫个2024年，辅导渔产合作社来参加澳洲的食品展。伫个今年开春，马上迎来第一批的订单。上好伫个客家先转国际公司来正规，准备要销往南半球的澳洲。水果外销现在已经慢慢都已经很固定了，而且这个模式确立了。但是我们的水产品的外销这次是打了一个大胜仗尤其澳洲本身也是四面环海，那它的农渔业都非常发达。台南的水产品能够进军澳洲这个真的是让人家非常鼓舞的事情。大家以前都想要吃澳洲大龙虾，可是我们可以吃台南虱目鱼，让澳洲人吃台南虱目鱼。所以说这些水产品一定希望也期待能够开出这个新春第一炮之后呢，也能够持续稳定的销售到澳洲。那我相信先转一定能够把这个品质维持住，而且是推陈出新，能够让澳洲那边的华人，甚至澳洲那边的白人都能够品尝最好的台南水产品，也来自先转。市长强调，台南过去推动水果的外销国外模式已经确立，
接续将优质的水产外销，尤其这届研发生产有鲜鱼粥、鱼皮、甲的鱼板等商品，首次上市就得到澳洲通路商的介意。2025年第一张的订单顺利来封柜，要销往澳洲。相信上架以后，一定会造成抢买人潮。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韩国职棒乐天巨人选择伫台南亚太棒球训练中心春训，其中有一天19号特别准备肉包甲蒸奶等安南区在地美食前往探班慰劳，同时视察成棒的主球场，希望提供上好的场地来迎接台湾甲韩国的友谊比赛。韩国乐天巨人棒球队1、2军的球员。伫今年1月进驻台南亚太棒球训练中心的城棒副球场，进行长达41天的春训，并且甲台南在地3级选手来交流。市长王伟体上午伫体育局长甲伫安南区长的陪同，特别前往探班，并且送上台南的美食包仔加珍珠奶茶来慰劳球员。非常高兴我们迎来韩国的职棒队前来台南来春训，一方面。能够让许多韩国的职棒跟台湾的棒球队，能够多做交流。我要特别谢谢这次乐天巨人棒球队，他们能够指导我们的这个3级棒球队的球员，包括少棒、青少棒和青棒这些小球员都非常的感谢，也觉得受益良多。当然，这未来开启了这个。韩国的棒球队跟台南的进一步的连结，所以呢，今年是第一年，那我们也希望未来还有机会，能够在有这个跟他们多做交流。训练的过程，韩国球员对着台南的气候、甲球场拢表示肯定。有了台南的训练经验，球团有信心回国以后会有好的成绩，希望明年、后年会用继续合作。 그리고 기온, 그리고 이 멋진 야구장에 모두 만족하고 있습니다. 적절한 온도와 잘 만들어진 운동장 상황에서 선수들이 부상 없이 잘 임하고 있고 타이난에서 받았던 이런 호의들을 마음 깊이 감사하고 있습니다. 잘 훈련해서 한국 돌아가서도 좋은 성과를 만들길 바라고 지금 저희가 올해 첫 시작으로 타이난시와 전지훈련을 시작했지만은 지금부터 내년 그리고 그 후까지 긴밀한 협력 관계를 하여서 더 좋은 관계를 형성하고 싶습니다. 伫为了韩国球团以后，接续市长嘛赶往邻近的新棒主球场来视察，因为后礼拜将迎来韩国 NC 恐龙队的春训活动，以及甲国内6支球队8场的交易赛。市长确保会用提供上好的场地，准备来迎接贵宾。现在看到在我背后这个球场就是我们城棒主球场，我们在这一次韩国另一支职棒队 NC 恐龙队要来。 台南跟我们台湾的职棒队来对打，来友谊赛之前，我们特别要在这个场地来看一下，希望这个场地以这个至少在室内，在这个场内以最佳的状态来迎宾。那另外有一些球场该有的附属设施，包括卖店啊，还有包括其他地方，也都陆续在整理中。那这几场球赛是这个免费入场的那也测试我们球场可以容纳的观众以及进出的动线，这个很重要是这个测试的意义。那所以说。 希望大家一起来为台湾加油。台南亚太新棒主球场有25000席的座位，是目前国内座位上侪室外棒球场。8场的交流赛主要测试容纳的观众以及进出的动线。市府嘛免费开放内野区2000至8000席的体验名额。自6月14日开放售票，欢迎就相当热烈。目前6月27有韩国啦啦队甲着应援团的观赛。 座位拢已经被锁出一空。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
立委陈廷辉去年举办23场的亲子活动，为市民带来欢乐甲温暖，嘛，互菲菲姐姐梦乐园成为台南真受欢迎的活动。对此，立委陈廷辉为了回应亲子家庭的期待，再次宣布3月甲4月将分别举办一场丛林大冒险的大型气垫乐园以后，已经未演成行动。有立园的小朋友用拍鼓的方式演奏台湾常用这条歌，为活动揭开序幕。陈廷辉去年一连举办23场，专为小朋友量身打造的菲菲姐姐梦乐园，活动接受大小朋友的欢迎。纷纷打电话问服务处当时举办，为迎接儿童节即将到来，立委陈廷辉服务处特别为亲子家庭规划丛林大冒险主题气垫乐园活动。18日邀请这位议员做伙，欢喜向市民朋友报告这项好消息。菲菲姐姐的萌乐园非常受到欢迎哦，从去年从泡泡，然后还有我们的运动萌乐园，一直到圣诞萌乐园。那很多的小朋友就一直问婷菲说：“菲菲姐姐，那你的下一场活动在哪里？”当然，儿童节一定不能缺席哦。所以菲菲姐姐的这个儿童节的活动呢，我们用一个不一样的主题乐园，就是菲菲姐姐的丛林冒险记来咯。我们用我们的气垫，大家最喜欢的气垫，我们做主题式的组合。也就是你来到我们的这个丛林乐园当中，你就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菲菲姐姐一个闯关，还有不一样的一个气垫萌乐园的一个活动。丛林大冒险主题气垫乐园总共规划2场活动，分别伫3月1号甲2号伫平时公园登场，第2场是4月5号甲6号伫新营南营绿都新公园来举办。一场在永康，就是咱的溪南伫咱的3月初1到3月初2。那有一场是在我们的新营，伫咱的K8，就是咱的儿童节这一天2天的活动，我们连续都是2天，3月1号、2号也是2天的活动，在儿童节4月5号、6号也是2天的活动，在我们的新营的绿都新，所以欢迎大家都是从早上10点到下午4点，希望大家一起来玩。丛林大冒险以昆虫作为主题，气垫溜滑梯、跳床、运动设施甲古迹造型阵地。另外，伫现场嘛大声为小朋友准备了点心，希望打造一个互家庭共享快乐空间，促进亲子的活动，互大家做伙感受温馨的家庭氛围。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政府甲民间协力积极推动的食物爱心银行，就是要成为弱势伫生活物资的后盾。其中由台湾普利关怀协会所承办的台南市第3区，今年拄伫永康日出，所以协会特别联合立委林俊宪服务处等单位来捐赠予厝边的永康国小有2万片的水餡，希望伫保护学生避免流感的同时，也要让大家知影爱心银行帮助弱势族群。今仔拄啊开学，不过嘛同时是流行感冒甲诺罗病毒的流行期。虽然去年永康国小至少2-3成学生，大约400-500位拢有注疫苗，不过为了惊学生开学以后无意中交流病毒，所以伫社会局的引荐，台湾普利关怀协会联合立委林俊宪、议员蔡小薇甲朱正轩的服务单位，捐赠2万的水餡予永康国小。希望予全校学生有完善的保护，加上由协会承办台南市第3区的食物爱心银行今年日出，所以嘛用水餡甲厝边结缘。庆祝呢，我们食物爱心银行第3区分行的乔迁之喜，我们搬来成为你们的邻居了哦。所以我们就在就近，所以今天是乔迁之喜，我们特别准备的口罩呢，跟大家结缘哈。第2个目的呢，也是因为口罩呢，我们希望抛砖引玉，让大家知道社区卫生的重要，以及我们小朋友未来主人翁身体的
重要。流感的这个延烧啦哈，那再包含还有诺罗病毒哦，这个对小朋友来讲哦，如果抵抗力比较不足的哈，有时候一个就影响全班了哈，那全班就会影响大家上课的品质。所以谢谢我们的普利关怀协会把这个爱心送到校园里面来。说透过今天这样的活动，一方面我们把食物银行这样做爱心实事。这样苦干实干的这个精神呢，我们把它发扬出去。那一方面也是要提醒大家注意这个疫情，那一方面也希望小朋友可以有机会一起来体验一下什么叫做食物银行，我们怎么样把这些有限的物资，再透过食物银行这样的平台去整合，去分享给所有的人。面对这份爱心关键，毛校长相当感谢，期待有效控制疫情。因为流感产生的并发症引到肺炎的部分，其实在我们校内其实数量也算有一定的比例啦所以我们希望这个口罩真的能让小朋友的这个防止传染疾病的疫情的一个扩散或是说自我的一个健康的保护。这摆公益行动，台湾普利关怀协会对了关翠安建立健康安全校园，透过分享食物爱心银行的资讯，也俾予学生有机会来体验一日的店长传播爱心，同时让弱势家庭会当知影申请的管道，向社会大众展现无私的关爱。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为了培养学生阅读兴趣、养成习惯，嘛缩短城乡学习资源落差。救国团台南市团委会伫新的一档积极推动鼓励阅读计划，将资源投入台南市24间70人以下偏乡小校，希望用奖励方式，让学生愿意大量阅读，用知识来改变人生。唔知你对救国团印象敢是停留伫战斗营？现在因除了是中心学习中心有满满的课程，更是帮助清寒学生从事急难救助甲生命教育真好的典范。新的一档开始，为了培养台南市偏乡学生有好的阅读习惯，因特别推动鼓励计划，用类似手指谱的方式，让学生记录阅读。预计投入24间小校，帮助1252位学生。台南市救国团，我们真的是一个社会公益的团体能够透过这一种方式透过这种阅读存折的方式帮助一些偏乡的学童能够真的用心的去学习用心去阅读一些书本，我们帮他筛选好的书本，这样的话我相信在他的人生中一定有很大的成长。面对人工智慧的时代，提升所谓学习甲阅读的能力，就是对偏乡小校上好的投资，也让应邀出席的2位校长表达感佩。偏乡的学校的校数是西南西北通通都有真的很感谢我们救国团呢，在不只推物资关怀的这一部分，更着重在孩子的阅读这样的孩子要去翻转他的人生在这个时代里面，其实我当校长至今大概也迈入第16个年头了其实持续上都在进行，就是2件事情，一个是数位能力的提升，一个是阅读能力的培养。有好的计划，嘛希望学生愿意自主学习，所以团委会制出了阅读挑战比赛甲商品卡等奖励，希望拍开后一代更较侪可能性。每个学期我们会请学校来统计就是前10名的阅读量最多的同学，我们来给他们奖励。那我是用这个 7-Eleven 的商品卡100块来做这样的一个鼓励那每个学期为一个单位，所以1年我们会做2次2025爱你爱我，救国团走入偏乡站。
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太极门气功养成学会台南道馆迎接新的一档举办新春茶会，活动当中安排老弟的人狮甲天官迎宾，加上真济活动的单位，互参与民众欢喜度过平安幸福五宝来。太极门气功养成学会台南道馆平安幸福五宝来新春茶叙。活动伫咧16号登场，活动安排小小学员甲天官舞狮共同迎接贵宾，活力满满，喜气又个鼓嘴。另外，现场嘛有多项活动单位，趣味又个好耍。延续过年的欢乐。养成学会也设计出炸年兽以及蛇来红包福气道等等的趣味游戏，互参与民众同乐。同时嘛安排太极门气功养成学会老中青学员登场表演。神气娃娃真神气，自然大方有情绪，健康快乐样样行。台南民众一起棒，人人最好最善良 ，Come on！却惦记着你，你隐藏在窑烧里千年的秘密，气息里犹如绣花针。活动中由太极门地主大卫强塔太极门掌门人红豆子朴素的谈话，鼓励大家在动荡不安的世界当中，爱以良心为本，累积正能量。一年之计在于春，一生之计在于良心。良心即是改变命运、转动世局的太极点。鼓励每个人每日静心5分钟，听从良心的声音，思往修经，用满满的元气面对新年的工作、学业与生活。来到太极门练功31档的吴清志，也伫现场分享伊这档练功的心得，鼓励大家爱活甲欢喜自在，互身心灵伫全方位拢得到健康。记者张秀维采访报道。伫台北一间法国餐厅，为了推广米其林美食文化，特别邀请连续18档摕下米其林一星总铺师雷吉斯来短期指导。餐厅表示，将予大家以一般的消费来当体验上高水准的巴黎料理。人类的文化一直与饮食息息相关，拥有了用火烹饪食材的知识，创造了许多美食。例如东方的中华料理与日本料理，或是西方的法国料理。Mesdames, messieurs, le pneu Michelin X。从1900年起，原本为了推广汽车旅行，米其林兄弟出版了介绍各地美食的米其林指南。1931年启用3星级的评等系统，100多年后的现今，米其林俨然已成为美食标准保证的权威。能够获得3星评价的餐厅，便代表其供应的料理出类拔萃，值得专程造访。位于台北忠孝东路4段的 Parade 巴黎日常法式餐厅，为了推广米其林美食文化，特别邀请到法国一星主厨 Régis Douillet 来台担任短期客座主厨。他在法国所开设的餐厅，连续18年都获得米其林1星的殊荣。能够获得米其林1星，并将这份荣耀维持这么久的时间，实属不易。The Michelin guide is very old. It's begin in 1919. It's more than 100 years old. It's difficult because I'm French and I don't know what the Michelin make. If when you are cook, you buy the book and then you say, oh, I have one star, and you are happy. And nobody say to you, oh, okay, if you make like that, you have a star. It's very difficult. 米其林真的是一个哲学的问题，因为米其林大概是100年前啊，由米其林轮胎公司所创设的一个检查系统啊，要让人家知道哪一个餐厅哪一个厨师做的比较好啊，或是不好。但是呢，米其林并没有一个guideline，就是教你如何变成米其林，因为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那Régis说，
它事实上并不重要，但是重要的是你能不能做出一个食物令人感动的一个饮食的过程。Parade 巴黎日常法式餐厅的经营人是蓬蓬开喜乌龙茶的广告人叶良传先生，他用独特的美感一手打造 Parade 法式餐厅。他表示，台湾是他的母亲，巴黎则是他的情人，积极将台湾食材跟法式料理结合，创造出餐厅里独有的菜单。蘑菇塔是主厨选用的我们台湾的蘑菇，炖煮的非常的软嫩，非常的香。它的口感、主汁都非常的Q 弹。在巴黎，有血鸭，肉质非常的软嫩。那在经过主厨他们的厨艺，几乎是这个鸭胸是入口即化。主厨我在他巴黎的餐厅里面吃那个血鸭料理，哇，真的太棒！腌制鸭再透过主厨的技术出来以后，这一道菜真的是非常特别。叶良传表示，本次推广米其林的巴黎日常真实人生，特别邀请到法国一星主厨 Régis Douillet 来台担任短期客座主厨，期待 Régis Douillet 带来左岸美学料理哲学，强调法国料理中简单与严谨的朴实理念，带来一道道的美味料理。青蛙腿，我们台湾大家都做3杯，可是法国并不是这样，法国是把青蛙腿当成一个非常棒的食材，就像瓜牛 escargot 一样的意思。主厨的观念也是，一道菜里面不要用5、6种不同的菜配菜，然后搭配出来，五光十色，非常的繁复。他很喜欢单纯。广告传奇人物叶良传与 Régis Douillet 共同表示，从11月27号起到12月4号 ，Parade 巴黎日常法式餐厅举办推广米其林的巴黎日常真实人生法式美食飨宴，邀请大家共同来品尝法国巴黎的美味，以朴实的价格带来米其林1星的经典体验。从即日起接受定位，邀请大家一起来共襄盛举。记者肖世宏、杜怀胜、赖伟一台北采访报道。感谢收看2月19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阿妈你好，我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庇哦。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代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很棒，单光随手关灯还不够，换装 LED 灯泡可以再省68照明用电，清洁滤网可以再省18冷气用电。等下更多的电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吗？不是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给你。爸，我爱你。我也爱你。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
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刚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